要㗎。尋晚嘅勁歌金曲頒獎典禮，好多獎項都係由你哋選出嚟㗎。多謝晒。林峰同容祖兒以大熱姿態成為2013勁歌總選嘅最受歡迎男女歌星。20年冇做勁歌司儀嘅嘟姐同蛋哥 Amigo 一齊宣布20首最數歌曲。好多謝沈震軒、J.Arie、許靖韻獲頒最受歡迎新人獎。今年全民投票嘅新賽制令一眾歌手大呼刺激。我覺得咧，未來10年都應該會係林峰同埋容祖兒咯。即係我今年其實只係得一首廣東歌，咁大家都即係支持我呢首歌啊嘛，呢首歌得獎我都好開心。頒獎禮後，多位歌手喺電視城門外同 fans 開香檳慶祝。見完 fans，Joey 同阿峰就要幫 TVB 週刊拍攝封面。今年攞住呢一個獎，佢心係咪特別實在啦嚇？實在開心，係啊，實在高興啊，因為即係代表住全港嘅市民，佢對我嘅一個鼓勵啦。因為自己其實後半年都專注喺影視上面，咁所以其實都幾驚年底個音樂頒獎禮咧，大家會唔記得舞台上嘅我。呢個獎亦都令到自己要提醒自己要繼續努力做音樂。